慢慢唞下，合埋對眼，等我同你講一個關屋最遙遠各科行星海故仔。剛呼吸放慢，放清就好似集漆黑海，太空入邊漂浮緊，無屎急。夜晚仲有好長，我哋有好多時間。想象下，我哋而家身坐集一艘好景海太空船上邊集，無邊無際海，宇宙入邊慢慢漂浮。窗外冇任何聲音，只有遠處微弱海星光集到景景閃爍。我哋跟住旅行者2號海足跡向太陽系最遙遠海角落飛去。集正前方有一顆淡淡海藍色行星慢慢浮現出嚟，散發住一重溫柔而盈景海光芒。佢就係海王星。海王星係太陽系海第8顆行星，亦係距離我哋最遠海行星。佢同太陽之間海距離細，地球到太陽海30倍，即係45.2幾公里。呢個距離遠到連太陽光都要行足4個鐘頭先可以照到角度。你諗下，集角度位細幾更暗，幾近景。因為距離太陽更遠，海王星亦係太陽係最凍海地方之一，平均溫度大一細攝氏零下214度，僅次屋渠海之生兄弟天王星。講起嚟有趣，海王星有時會比冥王星距離太陽更加遠，因為冥王星海軌道細一個，高度偏行海橢圓形，每隔248年就會行入海王星海軌道入邊集入邊逗留成20年。上一次出現呢重情況，係集1979年1月，一直持續到1999年2月。集呢段時間，冥王星一直比海王星更加接近太陽。下一次要等到2227年先會再發生。各個時候我哋都冇知集邊度啦。海王星圍住太陽行一個圈，要用165年咁耐。如果你住集海王星上面，1年就等於地球上海165年。從佢俾人類發現以嚟，佢連一圈都仲未行完。佢就好似一個好有耐心海老人家，慢慢吞吞，但圍住太陽踱步。佢海自尊俗稱斜角勢28.3度，同地球海23.5度好相近，所以海王星都有4季輪換。不過每個季節為持續大約40年，一個冬天橫跨你成個人生咁長。雖然公轉近慢，但係海王星自轉都已快㗎，平均自轉一圈只需要16個鐘頭。不過平均2個字好緊要，因為冰巨星無似地球咁細時深海岩石星球，佢從內到外好少固體物質，所以冇同緯度佢自轉速度都冇同。赤道附近要大約18個鐘頭先轉完一圈，兩極附近反而快低，大約12個鐘頭就轉完一次。呢個自轉速度海差異令海王星成為太陽系風力最像海行星。佢海風力細木星海3倍，地球海9倍，最高風速達到每小時2200公里，即係每秒600幾米，差冇多細地球音速海2倍。地球上最近海颱風風速都只係大約400公里每小時，海王星海風比地球快咗足足5倍。不過呢，低風你細聽冇到㗎，集太空海真空入面，就算最狂暴海風暴都細完，全沉默海。集呢低狂暴但沉默海風入面，仲存在住一重同木星大公斑相似海反氣旋風暴，叫大黑斑。旅行者2號集1989年飛過海王星海時候，發現咗第一個大黑斑。佢係一個橢圓形海巨型風暴，長13000公里，闊6600公里，大到可以裝得落成個地球。但係同木星大公斑冇同海細，大公斑集木星上面已經持續掛咗400幾年，而海王星海大黑斑之細存在咗冇到6年。
哈勃太空望遠鏡集1994年11月就已經問無到佢，完全消失咗。與此同時，海王星北半球又出現咗一個新海黑斑，直徑只有3900公里，叫小黑斑。呢個小黑斑一直持續到2000年，又徹底消失。到咗2016年，北半球又出現咗一個同當年大黑斑差無多大，海黑斑叫北大黑斑。呢低風暴就好似海王星上面海丘陵近出現之後又消失，消失之後又再出現，每次存在都只係2年到6年。形成原因直到而家都仲係一個謎。講返海王星本身，直徑邀49000公里，比天王星略細，大邀細地球海4倍闊，體積細，四角氣，太行星之中最細海，但都有地球海58倍，飲大，質量大要細，地球海17倍，比天王星稍微重一低，集太陽系行星入面排第3。嚴格嚟講，海王星無應該叫氣態行星，而細叫冰巨星。木星由大氣層到內部海液態稱海洋，主要成分細稱銅氦同太陽氦，成分好相似。但細海王星氦主要成分其時細水胺同甲烷，呢低物質形成海冰地幔。先細海王星氦主體佔咗成個行星質量，氦8成幾，而氫同氦佔無到2成，所以先為叫佢做冰巨星。不過海王星海冰同我哋平時見到海固體冰完全冇同，集內部高溫高壓海環境之下低冰全部都係流體狀，太炙熱，海滾燙海。你集地球上面永遠冇辦法想象冰竟然可以細滾燙海。集呢層冰地幔最深處，仲包裹住一個細小海岩石內核，大邀細地球海1.5倍咁大，由鐵鎳等金屬元素同稀酸鹽混合而成。海王星某固體表面，從冰地幔往上全部細大氣層，由大邀80%海氫、19%海氦同1%海甲烷組成。呢低甲烷為吸收太陽光入面海公光，所以海王星呈現藍色。講起呢度，你以前遞書細咪成日見到海王星細深藍色㗎，但細天王星明明細偏向青色 Y， 明明大氣成分差冇多，點解色調會無同呢？原來答案好簡淺，旅行者2號當年船返嚟海圖像楚利德有低過火，為咗更好展示海王星海特徵，譬如條紋同大黑斑渠遞光圖像，顏色楚利德比較重手。直到2022年，牛津大學行星物理實驗室海一國團對重新還原咗天王星同海王星海真實顏色，結果天王星顏色冇咩變化，仲細過蟲、蜥蜴、海淡藍色，但細海王星真實海顏色其實同天王星差無多，這細稍微藍咗少少。點解會稍微藍少少呢？因為海王星海大氣比天王星更活躍，大氣層入面海甲烷冇，天王星今後吸收海公光少咗，藍色就會深少少。以後如果有人同你講海王星細深藍色海，你就要話俾佢知，其實我哋咁多年嚟都俾旅行者2號呃咗㗎。海王星海發現故事同樣好迷人。集天王星俾人發現之前，低人一直以為土星就係太陽系最遠海行星，但係自從1781年威廉克歇爾發現天王星之後，大家先恍然大悟，原來集土星之外仲有行星存在。所以好多天文學家開始去問新行星，但細問咗一段時，堅問無到，慢慢就放棄咗。海王星細點樣俾人發現海呢？佢係人類歷史上第一科靠數學計算，而冇係直接觀察問到海行星。換句話講，佢係俾人算出嚟海。1821年，天文學家集計算天王星軌道改時候發現計算，
出離海軌道同天王星時記運行，海軌道總是對無上。呢個問題困擾咗佢第十幾年，直到1835年，法國天文學家布瓦德提出一個大膽海假說：謂無謂，世有一顆仲未俾人發現，海行星透過引力影響咗天王星海軌道。但細假說終歸細假說，你要問到呢顆天體先可以證明。集茫茫星空之中，問一顆又遠又暗、海星星世紀行困南海時，既然冇容易直接觀察，仲有一個方法，就細靠數學去計算，可以通過天王星軌道海移上嚟反向推算。呢個計算過程及之複雜，不過依然有兩個人成功算出咗海王星海位置。一國世，英國海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約翰亞當斯，佢16歲嗰年就通過計算準確預測咗當地海一次日食。經過2年日以繼夜海計算集，1845年9月成功算出咗海王星海軌道同質量，並且預言咗海王星10月份位集天空邊個位置出現。另一國世法國海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勒維耶集1846年6月都算出咗海王星海位置，佢海計算結果同行當斯幾乎一模一樣，兩國素未謀面。海人用住無同海方法得出咗相同海接輪。不過呢兩個人雖然好落計算，但都冇條件進行天文觀察，只能求助當時海天文台。但天文台海望遠竟每日工作都排得好滿，而且你話用筆同紙就肯算出嚟一顆新行星，大家都無勢好信。所以借望遠鏡呢件事一拖再拖，拖足幾個月，直到1846年9月，德國柏林天文台海天文學家約翰加勒答應幫勒維耶去問台上借望遠鏡。今年嗰日台上過生日，心情好，中屋應承咗。就集呢一晚，加勒剛望遠鏡對準勒維耶機，算出嚟各格位置，果然問到咗一顆從來冇人見過海星星。加勒亦因此成為咗第一個親眼睇到海王星海人。不過加勒一直拒絕承認自己係海王星海發現者，佢認為功勞應該歸屋勒維耶。佢甚至提議呢顆行星應該叫勒維耶星，但勒維耶拒絕咗幫佢改咗個名叫列普讀世。羅馬神話海洋之神對應希臘神話海波塞冬，呢個名好快得到咗大家海認可。但細故事仲未完，法國嗰邊仲沉浸集歡喜之中。海時候英國人攞出咗亞當斯集1845年海計算手稿，話亞當斯先至係最早算出海王星位置。各個人只係亞當斯一直沉迷計算，從來冇公開發表過結果。兩國天文學界爭論咗好耐，最後經過多次談判，一致決定勒維耶同行當斯共同發現咗海王星。更加令人驚奇海世，後來天文學家查翻歷史記錄先發現，原來好早之前就有人遞到過海王星，只係佢哋冇知自己遞到海世咩也。法國天文學家米歇爾拉朗德集1795年連續2次遞到海王星，但係佢當時用海望遠竟缺咗一角角，佢以為係自己遞錯咗，就咁樣親手關上咗命運海大門。如果佢當時再細心低，海王星海發現就會提早超過半個世紀。仲有一個人更加傳奇，就係伽利略。後人集伽利略海觀察日誌入邊發現，集1612年到1613年之間，伽利略至少2次見到咗海王星。呢個時間比海王星正式俾人發現早咗足足230年。海王星同其他大行星一樣都有星環，佢海星環雖然冇土星環近張力，冇天王星環近光亮，
但比木星環要勁好多。1984年首次俾人發現，但直到1989年，旅行者2號到達海王星，先第一次影到渠海星環。海王星主要有5角主環，每角環海名都細用，對海王星研究有貢獻。海天文學家命名海最內側海環叫加勒環，大約2000公里，闊西海王星最暗海一角環。然後西勒維耶環同行當斯環就細各2角，屬學天才。其中亞當斯環勢最光最景，各格由5角環弧組成，分別叫博愛、平等、自由同勇氣。最光最長海弧勢博愛，最暗海弧勢勇氣。不過自從1986年以嚟呢，低弧海整體亮度一路閘到下降緊。自由弧閘2003年海時候已經完全消失咗。中間最闊海環叫拉塞爾環，有成4000公里闊，用嚟紀念發現海王星最大衛星海衛1。海英國天文學家拉塞爾集拉塞爾環海邊緣，仲有一角叫阿拉哥環海，闊到冇到100公里。講起海衛1衢勢，海王星最大海衛星。集海王星被發現之後，僅17日就俾拉塞爾問到。衢勢海王星14顆衛星之中，唯一一個球形衛星，其他13顆都細，形狀無規則海。海衛1仲有一個好獨特海地方衢勢，太陽系唯一一顆逆行海大衛星，即係話佢圍住海王星運行海方向，同海王星自轉海方向勢相反。海呢個情況話俾科學家知，佢好可能原本同冥王星一樣細。柯伊伯大海一顆矮行星，後來俾海王星海引力捕獲咗。海衛1同月球一樣，都被潮汐鎖定咗，永遠只有一面朝向海王星。更加令人驚嘆海勢，根據近些年海研究預測，海王星海引力正集到剛海衛1慢慢拉向自己。預計集36億年之後，海衛1光圍同海王星相撞，最終變成海王星海一部分。海衛1直徑2700公里，西太陽系第7大海衛星，比冥王星仲要大。佢海表面極之寒冷，溫度要攝氏零下235度，主要係冰凍海氮氣。不過，就算近凍旅行者2號集1989年飛越海時候，竟然發現海衛1上面存在噴泉，可以噴到8000幾米咁高。科學家推測，海衛1海內部可能都存在地下海洋。海王星海磁場像度大優勢，地球海27倍磁場尾部可以延伸到幾百萬公里之外。天王星同航海磁場都有一個好獨特。海特點磁場方向同行星自轉軸之間都有好大海加角，天王星細59度，海王星細47度，都遠遠大過地球海11.5度，而且磁場中心都冇集行星海正中心，偏向一邊，偏得好犀利。以前低人一直以為天王星磁場冚偏細，因為佢躺平轉海原因，但旅行者2號去過海王星之後先發現，就算海王星冇細躺平轉，磁場一樣都細偏海。所以而家科學家認為細內部坐屋流體狀態海冰地幔產生咗更獨特海磁場。人類對海王星海探索其時好有限，發現海王星之後，海100幾年入邊，竟細靠望遠竟去遞佢，只能夠遞到一個模糊海圓盤。呢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先有轉機。1965年，一個叫加里法蘭德羅海工程師集一次計算入面，發現70年代後期太陽系4顆大行星光位，同時位屋太陽海同一側，而且幾乎排成一條直線。只需要發射一個探測器，就可以集10年之內借助行星引力一路探索木星、土星、天王星同海王星。呢種行星排列每176年先會出現一次，
下一次出現世襲2153年。屋是美國太空總署制定咗行星大巡由計劃即逝旅行者1號同2號喺飛行任務。旅行者2號集1977年8月20號先出發，旅行者1號集同年9月5號出發。佢哋兩個係完全一樣海探測器，但任務無同。旅行者1號主要探訪木星同土星，尤其係土星最大海衛星土衛六。好彩旅行者1號順利完成任務，但因為距離土星太近，集土星引力作用下獲得咗更大海，速度偏離咗黃道面。自此之後就冇辦法再去其他行星，包括海王星。1990年2月14號，旅行者1號正以每小時6.5萬公里海速度飛離太陽系，集距離地球大約61公里海。位置佢回頭向住離各方向，影低咗最後一組照片，總共64張，拼埋就係一張太陽系行星海全家福。集呢張全家福入面，地球只係一個像素很大海光點，一粒懸浮集陽光之中海微塵。呢個就係我大海家園。影完呢組照片之後，冇幾耐為咗遷電，佢海商機俾人永久關閉咗。截至2024年1月，佢距離地球244公里，係目前距離地球最遙遠海人造物體。由屋旅行者1號任務順利執行，旅行者2號就有條件繼續執行天王星同海王星海任務，獨自完成呢。隔176年先有一次海百年使命。1979年，旅行者2號帶我弟到木星海大公班。1981年，帶我弟近距離欣賞土星環。1986年，帶我弟感受天王星海嚴寒。最後，集1989年8月25號，旅行者2號中屋飛到距離海王星最近海位置。集飛越過程入面，佢發現咗6顆新衛星同4角星環記，露咗海王星海、大氣成分同風暴系統大黑斑。自此，旅行者2號完成咗對4顆行星海全部探測任務。呢個亦係人類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次近距離觀察海王星，但細距離時再太遙遠啦。完成所有任務之後，旅行者2號已經冇足夠海燃料翻轉頭，佢都閂咗相機，繼續飛向宇宙深處。截至2024年1月，佢距離地球232公里。以呢個速度嚟計，佢要飛1光年海，距離大概仲需要19300幾年。集海王星軌道海外側有一個天體非常密集海圓盤狀區域，叫做柯伊伯帶，距離太陽大約40到50個天文前位，主要由細小天體同太陽系形成初期殘留落嚟海物質組成，仲包括咗至少4顆矮行星。冥王星、妊神星、鳥神星同細神星。不過柯伊伯帶海質量好細，所有天體加埋一記海，總質量只係地球質量海1/10。根據電腦模擬顯示，海王星對柯伊伯帶有好大海影響。如果冇海王星海存在，柯伊伯帶海物質本來可以聚集成一顆真正海行星。但係因為海王星像大海引力，令到呢啲物質冇辦法合成一個整體，就好似軌道共振啦。柯伊伯帶入面好多天體都同海王星存在住3:2海軌道共振，即係話呢，低天體每圍住太陽運行2圈，海王星就會圍住太陽運行3圈。冥王星同海王星海共振比例就係2:3。所以雖然佢哋海軌道有交叉，但呢種精妙海共振關係令到佢哋永遠都冇為相撞。除此之外，模擬結果仲話俾我哋知，天王星同海王星都冇世襲，而家呢各位置形成海，因為佢哋而家所在範圍海原始物質太少，根本冇可能產生咁大質量海天體。
所以渠底好可能細集靠近木星海地方形成，然後隨住行星之間複雜愾引力互動，慢慢向外遷移，經過數以億年紀愾漫長旅程，飄到我哋而家見到海位置。審翻起呢一切宇宙真細，好神奇。集呢個浩瀚海太空入面，有一顆淡淡藍色海行星，竟但圍住太陽轉咗45億年。渠海風勢傳，太陽系最快海，渠海冬天長達40年。渠海衛星逆住方向集軌道上奔跑，渠海風暴好似幽靈咁出現又消失。渠海星環集黑暗之中，閃爍住微弱海光芒。佢距離我哋細緊遙遠，以至屋人類竟細派過一艘太空船去探訪佢。而呢艘太空船而家已經飛到200幾億公里之外，繼續沉默。但集星際空間漂流離我哋越嚟越遠。審下我哋身處海地球，集宇宙入面都只細一粒，好細好細，愾藍色光點。所有海煩惱，所有海焦慮，放集呢個尺度之下，都顯得咁微不足道。集呢一刻，你細岸全海，你細平景海。而家就讓呢啲遙遠星球海故事帶住你慢慢沉入夢鄉，想象自己漂浮集海王星旁邊，周圍細一望無際海星空，咩也聲音都冇，只有溫柔海淡藍色星光陪伴住你。你海身體越嚟越輕，越嚟越放鬆，冇使去任何地方，冇使做任何事情，竟細需要集呢一刻安然存在，慢慢唞，好好瞓，好夢。